BB 豬難搞，難搞係真㗎，但係90後帶娃主打的就是個淡定。畫質有吧，顏料有吧，再放一隻2歲嘅 BB 豬，呢個系統就會自動運作㗎啦。其實只要風險可控，我都盡可能做一個放手媽咪。佢可以盡情做一個小彩人，盡情係色彩世界遨遊。我的媽呀！呢啲充滿歡聲笑語嘅日子，係屬於我哋2個最寶貴嘅時光。我就企喺佢嘅身後，做佢嘅後盾，讓佢擁有更好嘅體質，保護力滿滿，勇敢往前衝。所以我為佢選擇咗保護力奶粉中嘅 MVP 美贊神藍樽，入邊添加咗讓 BB 豬保護力拉滿嘅乳鐵蛋白同埋乳脂球膜。5年時間追蹤400幾個中國寶寶嘅餵養效果，全配方科學實證有效。BB 豬飲咗活力滿滿，100年品牌，我哋飲住都放心。淡淡嘅奶香味，係女仔好中意飲，吸收好。BB 豬有咗自己保護力，咁我就可以放心嗨啦。哇！份利是發咗一首 UFO 喎，睇呢個排氣量，馬力不小喎，隔一次又可以飛1萬光年嘅喎。哇！呢個2歲小朋友竟然知道彼度黐線啊！呢啲1萬光年以外嘅星球會唔會有適合人類生存嘅呢？一齊跟住范大師去太空冒險啦！我想飛向太空中。